主后2026年3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光奉差遣进入苦难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约翰福音第9章第19、23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约翰福音第9章。耶稣伫行路的时，看到一个出世就失明的人，伊的门徒甲伊问：rab比，这人出世就失明，是啥人犯罪？是伊本身，还是伊的父母？耶稣应讲：毋是因为这个人犯罪，嘛毋是伊的父母犯罪，是要通过伊来显明上帝的作为。趁枵是日时，咱着做找我迄位的工，暗时一个到，无人会当做工。我伫世间的时，是世间的光。这话讲了，伊配喙烂伫涂骹，用喙烂敲涂，然后用涂糊迄个人的目睭，甲伊讲：你去洗罗亚治水。洗罗亚的意思是奉差遣，伊就去洗，转来时已经会看见。这个厝边甲捌看到伊以前伫做乞食的人讲，这个减毋是不时坐咧甲人分迄个人。有人讲伊就是，阁有人讲毋是，是亲像伊。毋过迄个人家己讲，我就是。因阁问伊：你的目睭安怎会看见？伊应讲：叫做耶稣迄个人敲涂糊我的目睭，甲我讲：你去洗罗亚治水。我去一个洗就看见。因问伊：迄个人伫倒位？伊讲：我毋知。因就带以前失明迄个人去法利赛派的人遐。耶稣敲涂来开伊的目睭，迄日是安息日，所以法利赛人搁一遍问伊是安怎会看见。伊甲因讲：伊用涂糊我的目睭，我去洗就有看见。有一寡法利赛人讲：这人毋是对上帝遐来的，因为伊无守安息日。阁有别个人讲：一个有罪的人哪会当行即款神业？因中间刷起分裂。法利赛人就问迄个失明的人：既然伊互你的目睭有看见，你讲伊是甚物人？伊应讲：伊是先知。犹太教的领袖一直无相信伊以前失明，现在有看见，就调伊的父母来，问因讲：这个是恁讲出世就失明迄个囝是无？伊现在哪会看见？伊的父母应讲：阮知伊是阮囝，嘛知伊出世就失明，毋过伊现在安怎会看见，我毋知，嘛毋知甚物人互伊会看见。恁甲问，伊已经大汉，家己会晓应。伊的父母安尼讲，是因为惊犹太教的领袖，因为因已经参详好势，若有人承认耶稣是基督，就甲伊对会堂激出。因为安尼，伊的父母才讲，伊已经大汉，恁甲问。光奉差遣进入苦难。约翰福音见证耶稣是基督的时，有一个和强观福音无共款的写作方式，就是运用真济象征记号来诠释福音，引带人认捌耶稣就是基督。伫第6章到15章中间，
约翰描述耶稣一再引用出埃及记第3章14节，上帝自称我是，来见证家己就是迄位受上帝差来的基督，为着要做拯救的工作。第9章第5节，耶稣讲：我伫世间的时是世间的光。对应光这个象征，是耶稣伊伫失明者的新约故事中，门徒对天生残疾的苦难未了解，因为对苦难的恐惧甲排斥，因看见天生失明者，就引用当时犹太人普遍的负面观点，远远记着伊问耶稣讲：这人出世就失明，是啥人犯罪？是本身，还是伊的父母？这是所有宗教对这生命课题的共同反应。但是耶稣的回答却真无共。伊讲，这个失明是要踮伊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。捌有一位母亲带着伤心来找我，讲伊的囝因为身躯某种特殊缺陷，无法度参加一个职业登记，这互伊真自责，因为伊甲这种缺陷遗传予囝儿，也影响伊的前途。我安慰伊讲，无做人父母的，愿意甲身躯的缺陷遗传予儿女，这并毋是人所会当选择的。其实，上帝借着遗传伫咱身上刻印着甲父母相款的记号，是期待咱因为安尼搁较信靠伊，去经历一个虽有缺陷，却蒙上帝赐福的美好生命。我搁甲一位姊妹的见证甲伊分享。某一位姊妹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，有一遍伊分享这个病痛的时讲，伊袂甲糖尿病看做是歹病，反倒当是甲伊看做是父母留予伊的运电记号，搁感谢父母甲伊生落来。耶稣的回答拒绝这种用讨论代替关怀的企图。耶稣坚定拒绝，一个人的苦难是因为伊的罪，也是家族的罪所引起的观念。提醒面对这种事实的苦难，追究为什么的答案，拢是一种重担。耶稣引带人甲注意力转往额头仰望慈爱的天父上帝，甲生命的苦难转化做上帝差遣的使命，互苦难成做咱彰显上帝作为的机会。面对门徒的询问，耶稣用象征性的譬喻回应：趁还是日时，咱着做找我迄位的工。暝是一个到，无人会当做工。我伫世间的时是世间的光。日时象征当人面对苦难的时，引带人仰望未来所采取的正面态度，会互受苦者因着耶稣的光，无搁再自责，搁有力量挑起生命的重担。暗时是象征负面的审判，最终只会带着受苦难的人沉入黑暗。默想，我要安怎将生命所遭遇的苦难转化做生命中奉差遣的行动？我安怎将生命所遭遇的苦难转化做生命中奉差遣的行动？咱来祈祷。
耶稣基督，我的主，当你会搁我正做我受差遣行动的力量，你会搁我闪耀的光芒，将照亮伫黑暗中恐慌的我，互盲目的我也会当闪耀你的光。靠耶稣基督搁我的力量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